我要讲一个笑话，一定好笑。你怎么确定一定好笑 ？Because my idol Renelio had talked this joke。刘若英就刘若英，还 Renelio， 笑话到底讲不讲？讲了你也不会笑啊！不管啦，我就是要讲。有一天，小鱼遇到了大鱼，他就问大鱼说：“你喜欢吃什么鱼？”大鱼就说：“我喜欢吃讲话很慢的小鱼。”小鱼就说：“那我走了。”讲完了吗？不好笑。刘若英讲的是大嘴鱼的笑话，不是大鱼小鱼的故事。你怎么知道？开玩笑，我刘若英铁粉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姬，你们应该会记得我的名字，你的应该会记得我的名哎。这一次呢，是我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拍影片，我只能说背稿背得很累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影片，然后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同样的时间，礼拜一晚上8点，记得要来哦，拜拜。